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初3，旧历的2月初10，礼拜二。有关这个武汉肺炎，国内来出现第一件病医群聚的感染，所以即摆各病医门禁拢真严。进前确诊的第24例迄位60外岁退休的太太，甲第34例疑似来引发到病医群聚感染的50外岁太太，到目前为止拢还未找到感染源。偏偏遮尔啊拄好，这两个太太拢修理同一间的病院，而且住伫的一般病房的时间有重复，发病甲确诊的时间嘛相晚，所以有专家来提出着质疑，恐惊伫这个进程，病院就已经爆发疫情了。也阁有第34例这个太太，甲第35例清洁工，到底是食为何食，嘛是目前要了解的重点。住院不能从这个入口。原来动线分流、分层分析，全力防止再次发生原来感染。目前上有指标性就是34案50外岁护理人，2月14挂急诊住院，2月2伊发病，甲伊接触清洁工。甲3名护理师，甲伊查囝拢确诊，拄好伫同一个病院承受的24案60外岁退休的护理人，1月30住院，伊2月19确诊。详细一看，两个人发病甲确诊的时间拢真接近，住院的时间佫定塔。专家担心，恐惊早就出现院内感染。那有可能是一个源头，也可能是2个源头哈，所以代表。说不定在医院里面同时存在不同的感染源啊，那这个也不是很意外，因为我们知道轻症跟重症的人其实带病毒可能有一些了，他们当然也会去医院。另外，互人三无涨的也有34案甲35。根据疫调资料显示，34案50外岁妇女伫2月2发病，2月28确诊，甲伊接触的清洁工，虽然慢一天伫2月29确诊，不过其实2月19都已经有上呼吸道的症状，到底是谁传入什么人？对34也好，35也好，36、37、38，好，重点就是说怎么样里面怎么做，我们当然想要去厘清。但现在最大的一个重点，好是把整个外围把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范围先建立起来。不管如何，病院加强管控，限制进出人员，严格把关，希望伫疫调厘清病源的同时，毋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。